恭喜唐子欣同學，有請同學就座。下一位得獎者有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唐旭俊陪同學校代表。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, Hong Nixon. 恭喜唐旭俊同學，有請同學就座。下一位得獎者有拔萃蘭書院黃澤龍陪同。